啱嗰題識唔識啊？啱最尾嗰兩題，結果我硬實，結果佢話咩有咩分咩實力啊嘛。啊？你覺得好難咩？KLRCSK 頻道車而家。下一站北角，乘客可以轉乘將軍澳線。唔知講唔講得似觀塘線 M 區？你去搭觀塘線咩？係啊，觀塘線 M 區都唔知，希望講得似。係咪真係觀塘線有 M 區咁樣？啊？有 M 區咩？唔係 Q 區咩？有啊，到時睇咯，到時。啊？有 A 區。一時時啦，應該都。唉，我喺呢度落車先啊。